論語溫習，好多朋友、好多家長，佢對應該點樣去對小朋友做教育，應該俾佢咩嘅教育，都有一啲比較迷茫。通常嚟講，都會覺得，應該就要揾佢比較名校，等佢去讀好多書，就會學好多嘅課外活動，攞好多獎。咁然之後考試成績又好，咁樣個教育就完成咗啦。然之後成個過程就係從幼稚園去到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咁做完大學畢業，家長對小朋友教育嘅責任亦都完咗啦。呢個係現代人嘅一個普遍嘅現象。我哋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孔子係萬世師表，真正懂教育嘅，大家都會跟孔子去學。咁你睇下孔子係點樣去睇教育呢個嘅本質同過程。喺《論語》裏邊，第一章學而章有一句好出名嘅，佢話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問。呢個意思就係話，呢個弟子如果佢要學習，真正做教育嘅，其實佢真正首先要學嘅咩咧？學入則孝，出則弟，孝弟，人際關係，呢啲都係之前我哋講過嘅。孔子覺得一個人嘅成長，一個人教育最重要嘅係一個人字，一個人，一個義。仁者嘅仁也，即係做人嘅道理。仁者即係義人偶，就兩雙人偶，就兩個人嘅互動，亦都係講人同人嘅互動關係。人同人嘅互動關係，每一個人出世，第一個會同佢有發生人際關係嘅，當然就係父母。而第時佢大個咗，佢嘅做行為對父母行為係符合道同德嘅，我哋俾個名就叫做孝。然之後佢能夠碰到嘅就屋企裏邊兄弟姊妹，如果同兄弟姊妹嘅人際關係符合道德嘅，我哋叫做弟。然之後跟住入則孝，出則弟。首先從家庭裏邊先要行咗呢個學習咗呢個教育，謹而信。然之後佢做人，佢要能夠好多好嚴謹嘅，唔好依靠人，但自己要好嚴謹，而謹而信，講每咗一樣嘢講得出嚟，要做得到人言為信。所以咧，同人際關係跟住佢自己嘅修行啦，佢能夠要做到修持修能夠謹信，自己修同有一個程度啦，亦都出到對外邊啦，泛愛眾，佢要對其他嘅人民、其他人都應該要能夠展示到佢嘅愛心，而親人，即呢啲個過程做完之後，佢自己一定亦都需要有人嚟去指點佢，等佢行得更高更遠嘅路。仲要點樣咧？就親近呢啲仁德嘅人，就呢啲先至真正做教育嘅最緊要嘅部分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問。孔子話：如果呢啲能夠做得到啦，最緊要你嘅人格係能夠保持到，係一個非常之有道德嘅人啦。然之後行有餘力，有機會嘅，有環境嘅，則以學問。問係咩啊？就係好多嘅知識。所以喺孔子嚟講，知識重唔重要？重要，但係人格培養更加重要。而呢一句說話亦都係演變咗出嚟，而家坊間非常之精彩嘅，好多人都好追崇嘅一本書《弟子規》。弟子規好多人以為呢個就係俾小朋友讀嘅書，其實唔係。其實我哋無論3歲去到103歲都可以聖人面前都係弟子，可以規範我哋嘅行為標準，成為一個好嘅人。